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ito Matthew。係咪睇見都肉赤呢？好多時工業風嘅瓷磚又重質感，又驚食色，又驚卡塵。咁其實大家睇睇，其實都可以好好打理嘅。頭先被潑咖啡嘅並唔係脆弱嘅真水泥，而係 Kito 嘅水泥質感瓦面磚。好多人揀工業風都會想做微水泥中島、特色牆，甚至無縫地台。但真水泥極容易起灰爆裂，最致命係表面佈滿空隙，一滴咖啡或者豉油就會滲入底，變咗保養災難。Kito 呢款平替方案，表面1:1還原咗天然水泥嘅素瓦肌理，摸上手極具層次，完美保留咗嗰份高級嘅粗獷感。但佢實質係一塊經過極高溫燒製嘅高密度瓷磚，達到國際第5級最高防污標準，表面幾乎零毛孔。無論咖啡定豉油，污漬只會停喺表面，輕輕一抹就搞掂，完全解決咗食色嘅保養災難。仲有，比起做真水泥要逐層批，又要等乾，鋪設 Kito 水泥磚工序少好多，只需要短短幾日就搞掂，完全係高效率之選。由中島到地台，又想保留硬朗嘅工業風，但又唔想頻繁咁去保養，咁可以上嚟我哋 Kito 展廳揾我哋傾一傾，有冇啲咩方案適合你？